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星期三，家庭礼拜。分享神允许我们经历苦难试炼，也是要制作忍耐这项美德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1章2到4节。Yakub saga zaya Jepang saga tusa atusir tangasa saga sepat atusir. Tadi kakao aku, malitemoh namaku masama maak nai pasasi. Ukakah mekan ku nini han ku falu zuat namu. 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Nauhani mafana kamu.Unano pilifet namu to pares amiti erji Kristoan ku saka kuta it namu，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Haji enku ibi hadisi namu， ta awak ai tuku ta liao wen i tamuanan tu nika sungi na namu，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提到的试验是指有目标的考验，这目标是要使人在忍耐这一方面达到完全。试验希腊字的意思是纯银的钱币，也就是说神借着这场试验除去人身上不纯净的成分，使人圣洁没有瑕疵。意思是说，当人在忍耐这一方面达到完全时，这个人才成为完全人，而且会有大喜乐。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但他的话，他的应许要成就，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不只要相信神的话，接受神的话，还要在等候应许成就的这段时间里学习忍耐的功课，相信到底，祷告到底，忍耐到底，然后才看见神的作为显明出来，神的应许成就。比方说亚伯拉罕生以撒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开始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空观看，数有多少个星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要像星星这么多。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但亚伯拉罕在迦南住了10年，等了10年还是没有儿子。撒拉他的妻子就不耐烦，等不及了，把埃及使女这仆人夏甲给丈夫为妾，生了以实玛利，以后给后代子孙惹出很多麻烦来。据说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现在仍然继续在跟以色列人作对。但神继续要亚伯拉罕学习忍耐的功课，又让他等了14年才生出以撒来。从信心到眼界常需要经过忍耐期。真实的忍耐就是相信到底，顺服到底，不因着不能忍耐而划出神的旨意之外。求主照着那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保守我们从早到晚没有在忍耐这一方面破功，而划出神旨意之外，让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主，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在所受的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让我们爱神并学习主耶稣的忍耐，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里面保持与耶稣不间断的相交。一有空就回到里面亲近神，遇见事情要花时间求问主。忍耐就是坚持下去。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话说开学第一天，
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老师对学生们说，今天我们只学一件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事，每人把胳膊就是肩膀以下手腕以上的部位就尽量往前甩，然后呢再尽量往后甩。说着，苏格拉底老师就示范做了一遍。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学生们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过了1个月，苏格拉底老师又问学生们，每天甩手300下，哪些同学坚持了？90%的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又过了1个月，苏格拉底老师又问，坚持下来的学生只剩下80%。1年过后，苏格拉底老师再一次问大家，请告诉我最简单的甩手运动，还有哪几位同学坚持了，是每天做300下的？这时，整个教室里只有1个人举起了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古希腊大哲学家的这个柏拉图。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忍耐到底，坚持到底。我们要向主求这种坚持到底的耐心，坚守灵修生活、聚会生活，遵守神的命令，让我们凭信心做工，相信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我们爱神而甘当苦劳，喜遇繁琐，存着忍耐的心等候主再来。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神人借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这个心灵改变形状，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品格，至终得着荣耀的身体。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凡向神有这指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神洁净一样。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主再来之前，我们要忍耐地追求主，天天灵修，天天读经祷告，常常聚会，多多聚会，追求圣灵充满，做个聪明的童女。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没有瑕疵。让我们在年轻就开始对付自己的不耐烦的口气、态度、个性，愿意学习在凡事上忍耐，改正不耐烦的口气，代之以安静祥和的态度，一直渴慕耶稣，追求耶稣，把自己交在主手中。这样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忍耐才会纯全，没有瑕疵。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Messiah,